歡迎嚟到小兔故事屋 Little Story House。今日要講嘅係伊索寓言入邊嘅狼來了。呢個經典故事講述一個貪玩嘅牧羊少年啊，一齊聽下佢最後學到咩教訓啦。喺陽光普照嘅山谷深處，坐落住一個叫陽光石谷嘅寧靜村莊。村莊嘅高山上面住住一個叫里奧嘅年輕牧羊人，佢每日嘅工作就係看管村裏邊嘅羊。雖然山坡上面嘅風景好靚，有野花同嗡嗡作響嘅蜜蜂，但里奧覺得非常無聊。有一日，為咗打破單調嘅生活，里奧心生一計，佢大啖吸咗一口氣，向山下邊嘅村莊大聲呼喊：狼來了，狼來了！有一隻大灰狼追緊我嘅羊啊！聽到佢嘅呼救聲，陽光石谷嘅村民即刻放低咗手上面嘅工作。麵包師傅身上仲黐住麵粉，鐵匠手入邊仲攞住沉重嘅錘仔，佢哋嘅心入邊充滿擔憂。佢哋喘晒大氣跑到山頂，發現里奧指住佢哋哈哈大笑，羊群安然無恙，根本冇狼嘅蹤影。里奧笑住話：我只係講笑。村民鬆咗一口氣，但係都好嬲啦。佢哋告誡里奧唔好攞呢啲嘢開玩笑。幾日過去啦，里奧又再覺得無聊。佢記得上次嘅惡作劇好有趣，決定再玩一次。佢跑到山坡嘅邊緣，用盡全力大嗌：狼來了！今次係真㗎，快啲嚟幫手啊！村民雖然心存疑慮，但係都係擔心羊群嘅安危，於是再次衝上山。當佢哋發現又被欺騙嘅時候，佢哋嘅耐性終於耗盡。我哋唔會再相信你啦！鐵匠憤怒咁講完，帶住其他村民離開咗。一個傍晚，當夕陽將天空染成橙色同紫色嘅時候，一隻真正嘅狼從森林嘅陰影中靜靜咁走咗出嚟。佢有住黃色嘅眼睛同埋鋒利嘅牙齒，好肚餓咁望住毫無防備嘅羊群。里奧嚇到面都車埋，心臟狂跳。今次唔係講笑，佢打晒冷震，用盡全力咁尖叫：狼來了，狼來了！今次係真嘅，救命啊！佢嘅聲音裏邊充滿咗前所未有嘅恐懼。喺山腳嘅村莊，村民聽到咗佢嘅叫聲，佢哋互相望咗一眼，然後搖搖頭。又係里奧嘅惡作劇。麵包師傅嘆咗口氣話：冇理佢啦。最後冇一個人上山幫里奧手。當里奧獨自一人睇住狼將羊群嚇到向四方八面逃走，佢感到無比嘅絕望同懊悔。佢終於明白，一個講大話嘅人，就算講咗真話，都冇人會相信。呢個係佢用慘痛代價換嚟嘅教訓。呢個故事教我哋，講大話可能一時好玩，但會令人慢慢唔再相信你。到想講真心說話嗰陣，就太遲啦。多謝你收聽小兔故事屋 Little Story House， 記得訂閱我哋，每星期都有全新嘅廣東話親子共讀故事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